個實體2026年1月11號星期日，沙田馬場草地私家3跑道，一共11場賽事嘅賽馬貼士。今日嘅第一口馬 T 將會有30萬嘅多寶獎金，第5口馬 T 將會有100萬嘅多寶獎金，其餘3口馬 T 係冇多寶獎金。第11場嘅4重彩及4連環將會有100萬嘅多寶獎金。頭場賽事嘅開馬時間係下午12點30分。第一場賽事5班草地12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3號合金王、1號凌風傲雪、11號歐洲傳奇同埋6號比神來。第二場賽事4班草地12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號勇者為王、5號幸運騎兵、12號順義同埋7號奇異歡聲。第三場賽事係今日嘅第一口3寶嘅頭關，4班草地12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號大愛無疆、9號幸運愉快、12號問鼎巔峰同埋3號精英高球。第四場賽事4班草地14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4號勁盡天下、1號安泰、2號戀愛狂同埋6號進豪星。今日嘅3T 將於第5、第6、第7場多寶獎金700萬，預計派彩1300萬。第5場賽事4班草地1400米，佢哋嘅心水推介係4號龍城強將、1號99為君、3號奮鬥輝煌同埋13號無極勇將。今日嘅6環彩將於第6至第11場6寶獎無多寶獎金，預計派彩300萬。第6場賽事4班草地18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5號中國心、4號同益線、1號大千紅心同埋2號勁盡良區。第7場賽事3班草地12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6號連力寶、4號標誌極光、1號星月飛雲同埋3號霸氣之星。第8場賽事2班草地1400米，勁盡會杯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3號笑傲江湖、8號小鳥天堂、4號武林密碼同埋13號晒冷。第9場賽事係今日嘅第2口3寶嘅頭關，3班草地18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9號火焰閃爍、7號英俊飛驅、2號桃花開同埋
1號春風萬里。第10場賽事3班草地1600米，你嘅心水推介係1號白鷺金剛、2號美麗星辰、10號超勁赤兔同埋8號高高自高。今日嘅每場賽事嘅預計開跑時間係黃昏5點50分。第11場賽事3班草地14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4號火悟空、12號勁進區、9號天福同埋3號天星。